武汉冠状病毒爆发后，东突厥斯坦人成为中共强迫劳动体系的对象，被大批送往中国各地工厂。维吾尔活动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数百名维吾尔人等候上车。据说他们被送往中国内地的强迫劳动场所。在视频中可以看到穿着制服的维吾尔人聚集在广阔的区域内，乘坐公共汽车。目前约300万人被中国拘留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自从武汉病毒爆发以来，已经发表了许多报告，指出集中营的东突厥人已被雇佣为中国内地的奴隶。有报道称，许多国际名牌的材料提供商也涉及中国强迫劳动系统。另一方面，维吾尔活动人士强调，这完全是种族灭绝，其目的是改造东突厥斯坦人口结构。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建立的巨大监控系统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批评。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推出新的个人信息收集措施，以监控人们的行踪，试图以此来遏制或预防武汉病毒蔓延。但这种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个人隐私受到侵犯和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担忧。路透社发表报道说，目前中国至少有15个省市本月宣布采取大数据收集和运用措施，并为此添加了一些监控工具。目前中国已经使用人脸识别和电话数据追踪等方式监控公众的行踪。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人们进入办公楼、购物中心、居民小区和地铁都被要求扫描手机上的健康码或填写表格，列出个人信息，接受体温检查。武汉肺炎全球肆虐，造成死亡人数已破万。从欧洲来看，已超过10万人感染，4752人死亡，已超过亚洲，成为疫情最严重区域。欧洲各国疫情都十分严峻，但意大利创下各项纪录。中国已经开始启动口罩外交。有报道说，一个中国医疗团队周三抵达了意大利米兰，向意大利同仁伸出援手。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向欧洲和全球各地国家输出医疗防护设备和技术，这是北京新的对外宣传工具和手法，以消除其武汉肺炎疫情早期治理的溃败。中国已承诺向欧盟发送200万个手术口罩、20万个 N95 口罩和5万个诊断包。昨天从中国到比利时，向捷克共和国交付了500万个口罩。观察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面对武汉肺炎疫情大流行，正在动用大量宣传手段。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于20日深夜公布，境内于24小时内新增311起武汉肺炎病例，累计确诊数达670例，新增5起死亡案例，使得死亡总数到达9人。科贾深夜在推特账号上发推文指出，过去24小时内对3656名武汉肺炎疑似病例进行检测，其中311人呈现阳性反应，使得确诊病例到达670例。他说，有5名病患不幸身亡，截止目前共有9人死亡，全是年长者，我们要保护年长者。在荷兰，3名土耳其人死于武汉病毒，包括1名80岁的男性和2名70岁和66岁的女性。中国冠状病毒继续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全世界已超过1万人死亡，确诊病例已超过25万例。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发布声明说，美国陆军和海军星期四夜间在夏威夷考爱岛的太平洋导弹靶场设施内成功试射了通用超高音速滑翔体，滑翔体以至少5倍音速的速度飞抵了一个指定的爆炸目标。美国海军战略系统计划主任沃尔夫海军中将说，那次实验中，我们的超高音速滑翔体在我们的目标距离内实现了持续的超高音速滑翔。我们在这次的实验中增加了系统承受能力，结果系统能够处理全部的压力，这归功于我们顶尖团队非凡的技术。团队成员来自政府、产业和学术机构。沃尔夫并说，我们今天认证了我们的设计，现在准备进入下一阶段实验。
让系统产生超高音速的打击能力。随着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加快了其核和超高音速能力，美国也加快了这项技术的发展。